来到勾勾公哈吧，我是一姐。敏华啊，最近我在看这个澳网公开赛，看我热血沸腾，真的很想要好好打一场妙 Q。妙 Q 就是网球了，你也太强了吧，连妙 Q 你都会哎。不过呢，妙 Q 真的是还不错的运动哦，你想想看，追着球跑这真的是消耗不少热量哦。说到跑就是 Zell 就是跑，我必须要说实话啦，我的妙 Q 打得不是很好，但是光看这个妙 Q 比赛其实就已经觉得很刺激了，因为看到各家的好手使出浑身解数，就是要来竞逐这个冠军啊，在这当中就很过瘾。冠军呢就是冠军了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他得的网球比赛冠军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：记得到妙 Q 比赛冠军。记得到妙 Q 比赛冠军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大家一块来热血看一下澳网公开赛。朱国生，这妙 Q 的发球到底要怎么发？教一下啦。就是身体要延展，然后抛打。耶，你打球出力点不对哦。这么严格啊！我不是职业选手，没有要拿冠军打球开心就好了啦。真的不愧是妙 Q 教练打得好好哦！我这样又揍又打球啊，流了一身汗，很舒服。我下次再来找你打妙 Q。好啊。怎么样啊？打网球很有趣吧？超累的，我现在全身酸痛呢。好，我下次带他去打网球之前，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就是网球，网球怎么说呢？网球呢就叫做妙 Q。妙 Q 啊，就是网球的意思，没有错哦。那么其实打网球的时候，你要追着球跑嘛，所以跑怎么说呢？跑呢就叫做 Zell 就是跑，没有错哦。还有看澳网公开赛，各国的好手啊，都想要争夺冠军。冠军的客家话呢？冠军的客家话呢就叫做冠军。冠军啊，就是冠军的意思。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他得到网球比赛冠军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记得到妙 Q 比赛冠军。记得到妙 Q 比赛冠军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大家热血一下，看网球比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